公司台积电甲华视合作，2月初之要开始推出全新一档的火车来去连续剧。导演李岳峰带领原班人马，要呈现出时代对农业社会转变到工商社会，追求梦想、充满希望的过程，望互观众会当体会到生活当中的美好甲温暖。便当，配便当吧。贵单便当话卖的声音，车头附近也有旅社和节店家。过去交通也无即马遮利便的年代，火车载回乡的人，嘛载出国拍拼的人，南来北去。车头陪伴济人度过悲欢离合。这是公司台积电甲华视合作的电视剧《火车来去》，要讲1980年代的故事，导演希望甲演过人甲人之间单纯的人情味，透过戏出表现出来。感觉就是讲，即摆的人吼，比较较无情吼，较冷淡安尼啦。啊，过去吼，较有人情味啦。啊，所以我追求的就是讲，较过去迄款好看的吼，人甲人中间迄种好的物件安尼吼，表现。金钟导演李岳峰带领顶一出戏《旧车来去》的原班人马，各有新世代的少年演员加入，推出全新的《火车来去》。时代背景对农业社会转换到工商社会，剧情毋但有青春恋爱，嘛有为梦想打拼的艰辛苦者。新世代的演员表示，伫这出戏当中，除了学到台语，嘛体验到过去台湾社会迄种幼稚的情感累积。从农业发展一直到工业发展，一直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变化，学习到非常多。就像导演刚刚讲的，我觉得现代因为触及到彼此有点太容易了，就用讯息啊，或是电话随时都可以联络到。但是那个时代可能我们会用比较麻烦的方式写信，或是写文章。但是我觉得中间所累积出来的时间，就反而是那个情感的积累。这出新戏《火车来去》拍算自2月初2开始，每礼拜日会伫咧公司台积电甲华视放送，希望透过人情味的演出，呈现时代改变过程当中迄种追求青春梦想、充满希望的感受，嘛，互观众体会到生活中的美好甲温暖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